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，今日同大家輕鬆傾下偈。Hello，我係小青。今日個題好貼地喎，喺 AI 年代，點樣先至唔會俾市場淘汰？聽落都有啲壓力。係啊，成街都講 AI 取代人類，又話好多工種會消失，好容易就好驚。但我成日覺得問題唔係 AI 會唔會搶我份工，而係我識唔識用 AI 幫我升呢？即係你覺得未來唔係人同 AI 鬥，而係用 AI 嘅人同唔用 AI 嘅人鬥。正係咁，以前係識用 Excel 就已經贏一截，而家係識用 ChatGPT 各種 AI 工具嘅人，自動變咗 High Gear。你唔一定要寫程式，但係起碼要識點問問題，點 check 佢啱唔啱。咁如果有啲人本身就已經好忙，好驚科技，又要湊小朋友，又要返工，仲要學 AI，會唔會有啲唔現實啊？我會分三步，輕鬆啲。第一，識玩；第二，識用好；第三，先至係識諗路。逐個嚟啦，識玩係點？識玩就係唔好一開始就學啲好深嘅嘢，純粹當 AI 係朋友咁玩住先。好似你用 WhatsApp 咁，搵 AI 幫你寫信息、改 IG、caption、諗生日卡祝福語，慢慢習慣咗先。即係先打破心魔，覺得 AI 唔係好可怕，只係另一個工具，咁識用好啦。識用好就係開始諗，喺自己工作入邊有咩重複悶冇人性味嘅部分，可以交俾 AI 做。好似會計可以用 AI 幫手整理數據，做 marketing 可以用 AI 起草文案再自己改。我身邊有個 freelance designer 就係咁，以前一晚只係 cut 到一條片，而家用 AI 幫佢 auto 剪、auto 加字幕，佢自己再微調，同一晚可以做3、4條，收入都多咗。呢啲就係典型例子。你唔係俾 AI 取代，而係你加 AI 去取代，淨係得人手嘅嗰個版本。公司請人，梗係請識用工具嗰個啦。咁最後一步識諗路，係咪就係所謂唔會俾淘汰嗰個關鍵啊？冇錯，識諗路就係學點樣用 AI 幫你諗清楚自己條 career path。問自己3條問題：第一，我而家識嘅嘢有幾多係可以俾 AI 代替？第二，我有咩係好人先做到啦？第三，我點樣用 AI 去放大第二樣嘢？好人先做到嗰啲，你真係講溝通、共鳴、同理心、創造力嗰啲？係啊，仲有領導力、判斷、審美、對文化嘅理解。AI 可以好快俾你10個 idea，但揀邊個啱你公司、啱你客戶，始終要人決定。你越清楚自己喺邊度有優勢，就越容易用 AI 幫你將個優勢放大10倍。但係有啲人咧會擔心學 AI 又要時間，又驚學極都追唔上個變化，好似永遠都好 out 咁。其實冇人要求你學晒全部，反而係要學識持續少少。例如每星期預1個鐘試一個新功能，或者聽一集關於 AI 嘅 podcast。2-3個月之後，你已經同舊年嘅自己完全唔同。即係唔好諗到要一次過變超人，而係變咗一個持續更新嘅人。其實公司都中意請啲肯學嘢嘅人，多過咩都識但唔變嗰啲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千祈唔好淨係學技術，要同步建立自己嘅個人品牌。例如你識用 AI 做 presentation， 就喺公司主動背棋幫 team 整 deck，累積信任同曝光。又或者喺線上發表下自己用 AI 做 project 嘅心得，寫 post、拍短片，俾人見到你係一個識用 AI 又願意分享嘅人，自然多啲機會揾上門。冇錯，AI 年代其實機會多咗，只係機會會走去啲肯學、肯試、肯 show 嘅人嗰度。你唔喐，市場就當你唔存在。咁總結下，尚係 AI 年代唔俾淘汰。第一，唔好抗拒，先學識玩下；第二，用 AI 減少重複功夫，提升自己價值；第三，清楚自己做人嘅強項，用 AI 放大佢；第四，持續學少少，加埋建立個人品牌。講到尾，其實唔係 AI 要唔要你，而係你想唔想 upgrade 自己。只要你肯行前半步，AI 就會推你行多幾步。希望聽緊嘅你唔好再淨係驚將來會點，可以由今日開始試下揾一樣細細個位，用 AI 去幫到你自己。多謝你哋收聽茶餘飯後。如果中意今日嘅內容，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一齊喺 AI 年代唔好俾淘汰，反而行得更前。下次再同大家傾下另一啲生活同工作嘅小題目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